大家好，我係溫泉蛋。今期大家樂做緊30蚊嘅外賣叉燒優惠啊！嗱，臨買返盒試下先，到底盒叉燒好唔好食呢？我哋一齊嚟睇下啦！歡迎大家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！今日我哋去咗大家樂飲下午茶，嗌咗2個餐。本身想嗌鴨瀨，但瀨粉已經賣晒，所以我哋叫咗碗燒鴨米同一杯奶茶，價錢係35蚊。我哋仲嗌咗個嫩滑雞胸番茄芝士圈圈包，配埋碗雪菜米同1隻葡撻，仲有1杯熱奶茶。大家樂會員茶市買滿30蚊，可以以5蚊加配熱狗棒或者葡撻。職員做嘢都好快手啊，等咗一陣間就拎到餐啦。呢碗燒鴨米賣相真心麻麻，啲鴨皮甩開晒，鴨切得比較細嚿，米粉濕濕碎碎，但食落都 OK 嘅，鴨嘅件數都多，不過不失啦。圈圈包入面有雞胸、番茄同芝士，形狀似甜甜圈，個包都夠熱，食落都軟熟嘅，係一個創新嘅配搭。葡撻唔及麵包鋪嘅好食，杯熱奶茶都香醇幼滑，幾好飲。我哋食完茶餐準備離開嘅時候，見到門口好多人排隊。原來今期大家樂做緊30蚊半斤叉燒嘅優惠。就咁睇圖片，個賣相都唔錯喎。原價要55蚊㗎。優惠期由6月3號至6月9號，即係今日至下個禮拜一都可以買，要下晝3點後先有得買。呢個優惠只限外賣，而且數量有限，售完即止。夜晚唔知食咩餸好，買半斤叉燒返去做餸都唔錯喎。唔夠食嘅話仲可以加配，加5蚊有1碗糖水，加10蚊有2件葡撻，又或者加10蚊叫2隻滷水雞中翼同4塊紅腸。我哋都唔執輸，排隊去買返盒30蚊半斤叉燒，仲以10蚊加配咗滷水雞中翼同紅腸，總共買咗40蚊。我同職員講要半肥瘦嘅叉燒，職員話冇辦法保證，但都可以打喺單上面先。大家樂都準備咗好多叉燒掛喺燒尾部，師傅斬料斬個不停，職員都忙住幫客人打包外賣。好多盒外賣叉燒啊！都好多人買啊！等咗一陣先拎到，我哋搵個位坐低，打開嚟睇睇先。睇落份量都夠足。叉燒同紅腸、雞中翼係分開兩邊擺，唔會亂晒一堆，呢點值得加分。叉燒望落色澤還可以，
表面有物質嘅光澤。食落味道都 OK。肉質呢，就唔可以一概而論。部分叉燒偏瘦，少咗肥瘦相間嗰種油香。食落口嘅口感有少少乾身，仲俾我發現咗2、3塊薄切叉燒添。師傅真係好刀工啊！又幾入味喎。但30蚊嚟講，呢盒叉燒真係算好唔錯。紅腸、滷水雞中翼係另外加10蚊加配嘅。紅腸總共有4塊，呢塊厚身，另外3塊就薄啲。味道 OK， 但鹹咗少少，配埋飯食可能啱啱好。就咁食就有啲重口味。滷水雞中翼有2隻，應該係平時4寶飯嗰隻雞翼。滷水滷得夠入味，味道唔會鹹，都幾唔錯啊！大家樂今次30蚊半斤叉燒，價錢真係冇得輸。再加10蚊配紅腸雞中翼，性價比都好高。返到屋企，加隻荷包蛋，配埋白飯一齊食，你就會得到一碗黯然銷魂飯，哈哈！大家又覺得呢個30蚊半斤叉燒嘅優惠抵唔抵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